香港作為中西文化嘅匯聚中心咧，其實係好重要嘅。喺國家14、5規劃裏邊咧，香港正就係肩負咗呢一個角色。而我哋作為香港一個企業咧，我哋亦都好樂意去出一分力。咁具體嚟講咧，我哋就以往一直咧都贊助香港管弦樂團，就喺古典文化音樂方面咧就出一分力。但係最近因為大灣區融合咧，我哋亦都開始從大灣區出發。譬如我哋最近咧就開始同香港演藝學院一齊咧就贊助咗一個叫做大灣區青年管弦樂團。咁目的咧就係希望將大灣區嘅青年咧聚集在一齊，用音樂嘅元素去大家增加佢哋嘅交流同埋推廣。其實喺現今世代咧，環保係好緊要嘅，因為咧如果我哋唔進行一啲環保保育咧，地球嘅資源就好快就會用完㗎啦。另外一方面咧，我哋見到我哋嘅年青人咧對呢一個議題都係關心嘅。咁作為一個企業咧，我哋一定要做多一啲咁嘅保育環保嘅工作。一方面佢可以對社會有積極嘅作用，另外一方面亦都可以吸引一啲意念相同嘅年青人同我哋一齊。咁喺國家發展嘅大規劃之下咧，香港無論喺碳排放啦、水污染呢一方面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咁作為一個企業咧，我哋亦都希望可以喺香港咧盡一分力。